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俾大家。今日我哋嘅福音題呢，就喺馬太福音嘅13章24至30節、36至43節。相信呢，剛才讀經員呢幫我哋已經讀咗一次啦。咁你會留意呢，呢一個嘅馬太福音嘅13章呢，耶穌係講咗好幾個關於天國嘅比喻嘅。其中咧撒種比喻我哋上個星期聽咗啦。啊，今個星期嘅比喻叫做田裏稗子嘅比喻。咁亦都一陣間我哋會聽到主耶穌嘅解釋，我哋能夠明白比喻中嘅意義。我哋留意到呢一個嘅比喻咧，同上個禮拜咧，我會稱之為上個禮拜叫做撒種比喻上集。呢個星期咧，我會叫做撒種比喻嘅下集。因為咧上個禮拜嘅比喻咧，所有嘅種子都係好嘅，撒喺田裏邊咧，係預備唔同人嘅心裏邊嘅情況咧，係能夠長出果子。但係咧今個禮拜呢一個嘅比喻咧，撒種裏邊咧有啲唔同。上個禮拜講嘅泥土咧係我哋嘅心。但係嚟到今個禮拜咧，呢一個泥土或者一個叫做田啊，我哋叫做係代表世界。你可以見到係由耶穌由呢個個人嘅層面嚟到一個群體嘅層面。咁去到講到最後咧，我會解釋咧點解我會稱之為撒種比喻嘅下集。剛才嘅24至26節。呢度講耶穌講個比喻，天國好似人將啲好嘅種子撒喺田裏，另外有人瞓覺，有仇敵嚟就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到咗長苗吐穗嘅時候，稗子就顯出嚟。你留意咧，瞓咗覺醒嚟有仇敵嚟，就發現有呢啲嘅稗子撒咗喺麥子裏邊。我哋要聽聽耶穌點樣解釋咯。耶穌有解釋出嚟嘅，喺37同38節，耶穌就解咗出嚟啦。佢話嗰個撒好種子嘅係人子。呢個37節啊，37節，田地就係世界，好嘅種就係天國之子，稗子就係惡者之子。咁所以咧，我哋喺37至38節咧有一個好好嘅解釋。耶穌話人子係撒好嘅種子，就係我哋代表呢個麥子，係天國之子。簡單嚟講，我哋叫做跟隨主嘅人。稗子係惡者之子，呢度講話撒稗子嘅仇敵係魔鬼咁樣樣。跟隨世俗。咁以前我喺香港教會成長咧，都聽過呢啲嘅比喻嘅解釋。年少時咧，我曾經聽過，即係佢有啲人會咁樣講，佢話個田地係教會，教會裏邊咧就有啲基督徒另外有啲叫做假嘅基督徒咁咧就話第時收割嘅時候咧，就知道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咁樣樣。當時我咁樣聽嘅時候，都覺得有啲古怪。但係當我留心睇翻聖經裏邊點寫呢？原來聖經如果講田地係世界喎，田地唔係教會喎，田地係全世界。呢個係天國嘅比喻，天國係撒好種子嘅，而仇敵就係撒呢一個稗子。所以如果按翻聖經裏邊咁樣講，天國係傳揚好消息。耶穌亦都喺後邊去解釋，人子係將福音嘅種子傳揚俾世界，但係呢個仇敵就會派呢啲嘅稗子嚟攻擊同埋破壞。喺外形上咧，稗子同埋麥子咧喺外形上係好似嘅。咁我有一幅圖，呢度應該揾到啦。有幅圖，外形上有啲似嘅，肉眼上你分別唔到出嚟。於是點解嗰個比喻中嘅僕人建議話，不如而家快啲掹咗出嚟啦？佢28至29節，佢話
主人講佢話呢啲係28啊，係嘛？我哋不如要薅出來麼？28節啊，主人話不必，恐怕薅稗子嘅時候，連麥子都拔了出來。主人提出嘅方法就係到咗收成嘅時候，當田裏嘅麥子、稗子一同成長啊，你會見到呢幅圖啦，一同成長嘅時候，收割嘅時候先至會分出嚟。呢個亦都係農業社會當時使用嘅方法，利用麥子嘅麥穗嚟分別邊啲能夠食嘅你見到圖上面咧你呢個金黃色嘅呢個就係能夠食嘅嗰啲綠色係唔能夠食嘅，嗰啲稗子係唔能夠食。從佢哋嘅果子就能夠分辨出嚟佢哋係邊一種類型。故此29節，主人講不必，恐怕你薅呢個稗子嘅時候，連麥子都拔了出來。留意啦，中文聖經嘅比喻咧叫做田裏嘅稗子呢啲就係僕人原本想連根拔起嘅，但係主人話恐怕你又會傷害咗啲麥子。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嘅情況喺世界當中，麥子即係講就係天國之子跟隨主嘅人嘅成長，原來喺世界裏邊或者喺麥子嘅旁邊係會有稗子嘅，係會有世界嘅影響，係會有呢啲惡嘅勢力，係會有不安，係會有世界嚟嘅影響。但係主人應許麥子係將要會成長嘅，到咗最後就會將呢啲嘅稗子分別出嚟，分別出嚟。我哋睇翻聖經30節。30節呢度點樣講呢？佢話容這兩樣一齊成長，等着收割。當收割嘅時候，我就會對收割嘅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成捆，留着燒；唯有麥子就要收在倉裏。剛才講啦，喺外觀上呢，麥子同稗子係好似，唯有要等到佢嘅果實即係講就話你要見到佢嗰啲嘅果實，先能夠分別到出嚟。如果我哋係講緊信徒嘅生命，我就會話呢個係撒種比喻嘅下集。上個禮拜我哋講人嘅心，唔同嘅境況，你冇預備好嘅泥土，讓好嘅種子生根、扎根、成長。下集就係講緊，當你扎根之後啦，成長啦，就會有生命嘅果子。當我哋口裏承認，心裏相信，當我哋嘅行事為人能夠與所蒙嘅恩相稱。聖經裏邊咁樣講，保羅咁樣去提醒我哋喺加拉太書，聖靈嘅果子就會喺信徒生命中彰顯聖靈果子有9個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我度再同大家複述聖靈嘅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呢啲嘅果子就係分辨麥子同稗子嘅分別。主人一眼就會睇出嚟邊一啲係麥子，邊一啲係稗子。我哋就會問：你正話，比如話點解要最後先分出嚟呢？點解唔早啲分出嚟呢？呢個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因為呢個係主人嘅時間，唔係僕人嘅時間。主人最後嘅時間就會派人嚟收割，將麥子收好，跟住將稗子捆成捆我哋叫做捆綁跟住就燒盡。呢個亦都係當時聖經寫作嘅時候，係對當時嘅基督徒一啲嘅鼓勵。
因為當時基督徒喺羅馬帝國係被迫害，係被逼迫，身處喺羅馬帝國之下，你做基督徒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我講緊係即係當時初期教會受到羅馬帝國迫害啊，有啲兵丁去捉人嘅時候啊，惡勢力好似越嚟越犀利。但係我哋記住，最後嘅結局係喺主人嘅手中。羅馬帝國最後瓦解啊，反而基督教成為咗西方文明重要嘅支柱。今日呢一個比喻對我哋有咩嘅提醒呢？第一點，田地係世界嗱，記住啊，田地係世界，天國仍然喺度撒種，即係人子繼續喺度撒種。所以耶穌話有天國之子，有惡者之子。呢個正係我哋身處嘅世界，正係呢個田地嘅寫照，呢個世界嘅寫照。有人願意放低一切跟從主，亦都有人好似上個禮拜撒種嘅比喻，被世界擠住，有飛鳥吃盡。我哋係咪預備好我哋嘅心去迎接福音、生根結果呢？抑或我哋嘅心係俾惡者又殺咗啲稗子影響我哋呢？第二點，麥子同稗子係一同成長嘅啊！呢度我哋諗到12門徒，其中都有出賣主嘅猶大。喺跟隨主嘅3年之間，冇人會諗到佢會出賣主。而喺最後晚餐，佢仍然與眾人一起，直到佢帶兵丁去到客西馬尼園，直到佢收到嗰30兩銀子。呢啲嘅行為顯露咗猶大嘅不是。我哋身邊亦都會被呢啲世界去圍繞住，我哋要小心。稗子亦都會偷取麥子嘅水分養分，世界會影響我哋嘅價值觀、信仰觀。我哋要謹慎自守，常常依靠主去勝過世上嘅事物，安心安靜喺主嘅面前。最後，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亦都係主耶穌啊，正話講完比喻喺43節啊，最後嘅結尾，佢話義人喺父嘅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呢一個亦都係我哋現代人最忽略嘅聆聽。聆聽，我哋要首先聆聽主嘅教導。因為世界有太多嘅雜音啊，我哋叫做 noise。反而我哋要聆聽主嘅聲音，主嘅 voice，主嘅話語，聖經。我哋每個星期要花時間去聆聽神嘅話語。呢個就好比植物需要陽光、空氣、水分，我哋信徒亦都需要聆聽主嘅教導，好叫麥子能夠喺好嘅土壤裏邊有30倍、60倍、100倍，並且會收在倉裏邊。求主幫助賜福俾我哋。阿門。